為慶祝商會創會105週年，商會打造業界首個無人機匯演，希望喺維港嘅夜空呈現動感圖案，展示香港嘅建築、交通基建同埋文化特色。低空經濟係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，亦都係發展新質生產力嘅範例。所以我好期待同我哋嘅業界一齊去起飛。整個表演非常之有特色啦。咁而今次建造商會選擇用航拍機去慶賀105週年呢，我覺得係好難得，既係支持我哋低空經濟嘅發展啦，咁亦都係顯示商會咧係勇於去創新啦，同埋咧不怕艱難嘅。喺往後嘅階段，大家繼續努力去為香港嘅發展而貢獻。好精彩！我最中意就係隻熊貓。咁今年嘅無人機表演咧，應該過多一段時間都有人會記得嘅。我哋深信老班節喺出年定能再創佳績，成為業界嘅年度盛事。